因遮马上就要来到的儿童节，每一间学校拢充分来做准备。其中位伫东区的德国国小特别结合校庆活动，除了举办各种的运动赛事，家长会也特别邀请红豆饼的餐车来到学校内面，互学生会使免费食到美味好食的红豆饼。同时也特别准备顶面印有德国2字的手工散文，并由着校长伫校庆的时阵颁发予学生。加上着新的赵建斌先生所赞助的葡萄干，予学生抢先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儿童节。那我想，因为我们德高国小非常重视学生的健康促进，那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礼物不要是购买现成的商品，而是有代表我们亲师生的一个心意，所以我就跟会长来商量让我们就想说帮孩子做一个最有意义的这个健康的手工皂。那我们全部是用纯植物油来做的，所以需要耗时1个月的时间，从开始做皂，然后等它皂化，然后切皂、盖皂章、再包膜。所以是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志工团队一起努力的。那我们是把这一份心意传达给我们的孩子，也希望孩子注重防疫，然后呢选择对身体最好、最健康的一个的产品这样子。这届的手工散文材料拢是由着家长会所赞助的，并由着志工妈妈带领学生甲老师等人共同来制作。前后开了1个月的时间，除了予学生收到实用的礼物，也希望因会使伫疫情的期间保持健康。就是儿童节也快到了，让这些小朋友有一点惊喜啊，小小的儿童节礼物这样。很感谢这次参与学校，然后伙伴们跟学生一起合作做这一次的手工皂，大家做的还蛮开心的，而且也蛮有心得的。谢谢学校这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参与。除了这届的手工散文，德国国小接下来也将会推出拉拉老师多用的手工散文。要为拉拉老师来募款，也欢迎家长甲民众踊跃来支持。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